来是台北市议员区威杰外号瓜子，今年的3月参加高雄的大港开唱，讲话无正经，阁做出着不雅的举动，互高雄市长韩国瑜批评讲粗俗。结果韩国瑜阁互行政院长苏贞昌甲酸咯，讲家己嘛粗俗，就莫骂别人啊！怎啊话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詹明忠听袂落去，批评苏贞昌做一个行政院长，也毋是咧竞选，唔通安尼攻击部属。他在上面讲说，韩国瑜的头像男生生殖器官的那个，他觉得这个文化部觉得这叫艺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骂台北市议员瓜子区威杰伫文化部报道的大港开唱活动做出不雅的动作。我没想到他们的表现中间会这么粗俗下流不堪，这个已经不是艺术了。高雄市长韩国瑜批评大港开唱真粗，也过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讲，韩市长家己嘛要检讨。如果自己做一个有洞见观瞻的公众人物，自己也粗俗，就不能骂人家粗俗。民进党立委阁补一枪，自己可以大街骂人，别人就不可以小巷骂人，我觉得那个都不对。台北市议员讲话伤粗，结果被批评的赶快是韩国瑜，国民党立委看甲袂做咧。我在这里要提醒苏院长，你是行政院的院长，上班时间不是助选时间，你要对你的部属不可以有攻击性的、助选性的发言。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嘛批评苏贞昌讲，行政院长日常就是靠韩国瑜，警惕韩国瑜将行政院长当作候选人伫做，一场大港开唱又阁引起压力，骂来骂去。